但是这个国民党不分区的立委吴宗宪，最近就罢免团体，为什么资源遐尼啊丰富？唔那伫个各地头设罢免站，佮有按 LED 的车，佮有电视广告做宣传。伊提出着质疑，莫非是境外势力送来的钱？民进党的立委讲，感觉人有提钱，就要提出着证据，安尼讲抹黑，是对罢免团体无尊重。吴宗宪今仔日背回讲，伊自头到尾拢无讲过迄句话。伊讲伊的话去红抓话头，斩话尾咯。有线电视花3分钟、4分钟去播放一个广告，可以到处罢免站，到处什么 LED 的车子，那他会不会是境外势力送来的钱？第二阶段关键的罢免时刻无压力，国民党不分区立委吴宗宪颠倒是杏茶天花岛，指控罢免团体的宣传费用是对于倒位来？当然，可能查过之后会发现是合法的，那就告诉国人是合法。人民有所怀疑，政府解释清楚，对人民释疑，这个是政府的天职。我认为资金从境外来，那我从头到尾没有讲过这一句话。好，所以如果是这样子去解读，那算是断章取义。强调讲爱证明合法，是讲进前同款嘛是不分区的国民党立委郭如君嘛质疑，只讲一个月拢领8万块，罢免团体认为被抹黑，话要加告。郭如君赶紧消毒讲无针对特定的团体，不过这笔会愈烧愈美。没有提告，只敢不断的说出这些诽谤罢团，甚至于攻击罢团，那只会让人民更加的愤怒。国民党通市议员黄敬平讲，这个选区立委辜负田甲拖款给罢免案真危险，提出的办法是请靠对来。好兄弟林涛议员，你跟小林姐最近如果很无聊，我送你们2个出国，能不能在这暑假时间休会之后，看看能不能赶快去日本、去美国玩？我想我应该都是帮国民党说话的，嘿，对，请他不用那么担心，好，谢谢。就惊讲有骨牌效应，失言会造成失分的危机。罢免的风影一直看过来，看得出来国民党真紧张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